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那么，咱来读这个洪旭煌老师的第二本册，咱来读读。我毋知咱台下的朋友敢听我咧讲啥，所以罔参考。你若听有上好，若无我嘛无法度咧。OK， 你若有看到迄个啥，我要分享迄个。教育部，毋是教育部，迄个洪旭煌老师一本册，咱来读读。所以伫网络顶管才找到这本册的连结啊。所以这是什么会 ？Caution, use caution. Do not know. 我毋知你是对来，我要搭这个连结。顶悬这连结是洪旭煌老师的第二本册，咱来读读，所以有兴趣，会使罔参考，然后看卖还有啥物连结要分享，应该是安尼。到底，然后我佮搭一寡其他的信息。洪旭煌老师这本，咱来读读。咱来读读这本册，伊原嘛有电子册，还有纸本册，当然伊敢若嘛有迄个啥声音档，因为这本册本身就加 QR code， 会使有声音档啊，所以我看还有什么嘿，学台语的方法，学台语的方法。专业的学台语的方法，我找不到。专业的学台语的方法，找不到咧，真好。然后个啥？教典的资料，2026年。教育部算第几届？第4届吧，至少第4届更新，所以会使罔参考。我毋知大家看这个农民，我毋知要安怎种，所以大概是安尼。还有啥物货？医疗检测，医疗检测，因为当初迄个啥，咧找资料的时阵，伊有一寡。查询或者是文法点，一句话伊内底有用到这个语词，拢总，你可能就会使去敲出一下呢。所以甚至迄个啥，讲台语当着是甲这个台语的拼音教学网，所以使罔参考。都含来拄好，时间来拄好。台北时间毋是9点至10点，社会来遮读寡册。9点进前咧，9点进前，随我继续来读这本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《开花结子》。开花结子这个嘛分享者。我讲这个开花结子吼，袂输是亲情莫计较 Plus 师夫人的客兄，不哩啊精彩。当然。目前网络顶悬应该嘛会使找到真侪资料，所以有兴趣会使罔参考。只是开花结子伊无纸本的册，伊敢若有，伊无电子册，伊敢若有纸本的，所以要找可能无得爱图书馆借安尼。大家少的朋友，我毋知敢听我咧讲啥，我毋知影。好，继续读落去。伊之前咧讲到迄个，地人草，对吧？地人草，讲好安尼，
这款草会食糖真厉害呢。莫化乌化白啦，松丸添加会苦假袂喷火。看到阿娇所讲的石壁顶发密密的草啊，遐讲，这是细叶的牡丹台。这个字我迄个啥，找无讲伊另外一个讲法，所以有可能进前敢若找到伊猪笼草，这真正是怪怪。等下伊有一个迄个叫做啥牡丹台哦，看卖伊是敢是安尼讲。是牡丹地，蝴蝶是一种算到轮饼的时阵爱用到的，所以无呢，所以这个可能直接甲华语摕来用，当做外语来用，看卖一个。伊家出现伫咧遮，所以家当做外来语哦，嘛无咧。安尼我 Google 找看卖啊。可能是迄个叫做啥，学科名甲俗名的款吧。所以这有诶是毋是走甲饲来咧食汤拖？无确定诶，我看卖下一个。宽叶细叶，所以其实台湾应该有足侪种版本的，应该嘛有足侪种版本，只是安尼台语当然讲，毛站台这没什么回。毛歌，改好做毛，所以有足侪种版本的，足侪种品种。安听起来看起来嘛是台湾遮嘛是有啊。所以听起来嘛是有啊，只是讲伊有足侪种品种啊哩。我不要读迄字，还有啥物货？而且咱网络顶有人咧卖哦，看敢若是安尼。所以掠糖啊，迄敢若嘛有诶是变诶，两片，敢若迄个有做啥？蛤蟆，吼，敢若蛤蟆安尼两片，迄芳好神寡汤通若烧过，伊就甲复派。啊，即种是伊袂输，敢若一个迄个啥，猪笼哟，还是啥物货？所以其实台湾这应该有足侪种品种才对。应该有足侪种品种诶，就是我嘛看袂出来伊到底。当然一种是做猪笼草，啊，即个毛站台哟，啊，啥物猪？条有几多种品种？会使食糖诶。所以水分哪有够？
所以最后都有搞的。食糖较紧安尼。迄个是迄个啥？蝴蝶，我看蝴蝶收哦。伊迄个啥？清明的时，食润饼，伊会送一种，那敢若糯米的咧，蝴蝶，家己新书数一个，蝴蝶，伊是蝴蝶，蝴蝶，所以蝴蝶，我读毋着蝴蝶。青蝴蝶，枯蝶，伊是枯蝶，所以有两种，枯蝶甲蝴蝶。所以教育部其实有收这个书，顺入来，我拄仔伫读迄个开会个字内底有一种会食糖的，会食糖的，所以头毛几早看一个书，毋捌，我查，结果查对迄个菩提去，好，我哋菩提，好题哦，好题，好题，应该过来音吧？无，伊敢若收一个音尔，伊敢若收一个菩提尔。好题啊，好题，好好好题好好好题，对好题，好，安尼，等来读咱来读74篇，一工读1万1篇，好，安尼我读过，顺便叫我咧读，因为这篇嘛不了长啊哩，好啦，我先读2段，头前2段，啊你才刷落去读，因为拄仔2页满满哩。74篇一工赚1万，1万若是苦苦看会到，爱几啊工才赚有。毋过开一个就打去啊！1万若是骹步看袂到，一工就赚有。煞会当欠伫身躯即个银行生利息，互咱用一世人。时代咧变诚紧，我10当前买计步器是斗电池的，若好当搁甲古董摕出来用，会互人笑爽。资讯时代是用智慧手机配健康手表接去云端，连困眠的状况嘛有记录。根据研究，一工1万步，正是追求健康的好撇步。表若设定好势，小面单无重，坐咧不伤久，伊会甲你提醒，达成目标，阁会甲你恭喜。好，3年嘛来，我等下读一段，准定我咧读，读完了啊，3年读。说工课较严谨，阮对像讲上课的教室换来换去，来回回，容量应该有够。手表啊，话讲袂差，7月才知影伤自信啊！规工一粒，无规工才粒7，伊哪会用7字车字，怪怪。规工才粒7，才无清尔，无怪中科腰围就对啊，中科。无怪中科会愈来愈惨不忍视。阮翁知是好心提醒，也是白目，无理解查某人的心理，会刁工用砖头啊厝外巴肚烫，讲是1个月啊，哎，无礼貌，我嘛足烦恼啊，实在是有好啊，心灵大
射较慢，嘛食莫食惊无，莫食惊无力，爱食惊无力，莫食惊无力，你食惊大箍，就是无法度掠甲拄拄啊好。我爱不怕爱检讨的是，规工坐咧拍电脑无啥运动，劝酒会芳，劝甜会重，劝做叮当会巴肚痛。阮人看是说，多送我一粒表啊，叫我一工一万，互体重好步，互健康进步。你会听无？哇好。安尼话送你读好啊，好无？好，感谢送你我你读，上尾一桩下呀。哇哦，这愈来愈爱这俩一天。无，这段，搁顶一段，搁顶一段，我伊敢读一我迄时会利用补课的时阵，伫学校行来行去，因为少子化，4楼甲5楼的教室拢无班伫上课，两层甲洗一个，就趁买500，想着就行一个嘛真趣味。一时会当趁5-6千，无够夜的就等暗顿食饱，喙口底喘，双手底猫，这应该是猫，猫猫滴的猫嘛。双手底猫，要年，这个是年啊，年四修啊。要年四修啊，踏喙空进前，因道命撞出去行路，脚若伫外口认真芳，手就袂伫厝里乌白黏，喙口就袂一直喘，一直想要踏散。我一个出门为地空拍拼，无到1万，无听到达标的恭喜恁蛋，我就继续行。我意志坚强，一定要成功。逐摆看蹦虫仔的数字哪来哪减，暗暗欢喜，搁自是满意，惊互惯势。一天一万，就变做小可代志。好，来搁一段来。好，搁有一趴。愈来愈爱这俩一工趁1万的表啊，敢若洗身躯的事会甲放落来。8年前，我捌请东半的请假应该是请假。我捌请半工的病假，迄阵规工伫山顶散步，若有表啊通算，可能一工趁有2万哦。无怪，迄阵散敢若青春少女，人拢笑我哪会请病假煞颠倒水，毋知要笑还是要哭。阮在想讲永远甲保持落去。2当前无细里煞跋倒，骹头满袂行，跋破头，骹头满袂行，无法度运动，就规个人若喷鸡龟啊，迄个喷鸡龟啊。分鸡龟啊共款，蹦虫仔的数字就哪济喷射机直冲悬去，冲悬去哩。较早的水衫拢钱袂入去，钱拢钱袂入去，学着穿看，换长底的裤来。这是来扎
脚头虎的上领上魂，青春少女随变做阿送葫芦，顶仔拔起来了后，无啥敢动，做半冬福建，要恢复青春的身体，就比冬天较难，好加载。即马有健康表啊，通约束我一天1万，我一定爱拍拼，袂当腰散。腰塞，这是腰塞。腰塞，爱认真行，要互我的健康银行变好呀。好，感谢。我建议珊妮，你可能是不是有时间，其实会使先听王秀老师读念过啊？啊无，伊反正方便，应该无一定要困头听嘛。伊这个大拢3-5分钟吧。只是我袂记得伊是放伫咧 YouTube 还是放伫咧对，因为那 YouTube 可能会使查切段啦，就是你听到对就暂停嘛，所以会使较紧。安怎讲？无一定爱大概拢自头开始听啦，有诶迄个伫有诶 podcast 就甲伊变做一个档案，还是连接诶时阵，还是因为我诶操作诶关系，煞感觉有诶拢爱自头开始听，足麻烦诶。啊，即种诶，上面伊这嘛短啊，因为每一篇拢有一个 QR code 嘛，所以理论上准讲要自头开始听，其实嘛还好啦。嘿，所以我感觉王秀老师读念诶迄个。声情甲迄个啥，开口是咱会使学习的啊，讲参考。那毋知大家你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迄字我咧摇应该是背起来吧，顶仔背起来了后，因为当然即字有几落会读音啦，我看卖啊。看卖即字。我会记是背的。当然有文白音的前差嘛，半啊一半，拍水的是一半，啊杯甲杯，啊个拨，拢是第8条，背出来，所以背出来。背出来，下背啊嘛，我是讲下背啊，我啥？跋桶，下背啊，跋桶。伊是第8条啊，对啊，所以跋桶啊，下背啊，伊压的时阵，伊会变第7条啊。下背也变第7条啊，伊迄是有讲下背啊，伊本身即字伊就是总共几音4个音哦。跋文白音跋甲跋是文白音嘛，吼，一个是 H 尾，一个是 T 的尾嘛。啊，背甲背应该是腔口差吧？背甲背。背叉头，甲背叉头，叉头背起来嘛。啊，所以这个应该是顶仔背起来。我当时想讲背起来，下背啊，因为我想讲下背啊，背啊，下背啊，所以背甲背。当然，我看伊即马腔口差，台北偏专腔是讲背，鹿港还是讲？嘿，你讲，请讲。伊这腔口差就是讲，读背吼，这是较重话的啦。嗯。伊这是讲台北传腔用，伊是本拢读背。对，背。鹿港嘛就是背，对。三剑嘛读背啊。嘿。所以迄背是较重话腔。较重话腔叫做背。OK，因为我来讲，即字伊是
你应该是顶啊背起来，哟，背起来，就是顶会，伊讲骹头有碗，骹头碗破去，其实就是骹迄搭遐嘛，因为王秀老师第一迄个，我咧唱歌内底嘛，敢有讲到即段故事啊，就讲到即寡代志啊，所以有外伤爱处理嘛，所以就无得运动嘛，所以变成讲，无运动了，来请讲。你头敢若可能顶迄个更顶啊，固定啊，对啊，再背起，爱甲背起来，死到爱背起来，伊若恢复良好，还是讲伊无确定，王秀老师这是几岁的代志，总是除非无得复原啦，若无迄个骨头理论上会阁生倒转去嘛，生倒转去了后，迄个顶啊就爱背起来嘛。我是讲背起来啦，当然背，我是讲背，我印象中虽然都讲背起来，会背啊，我是讲会背啊嘛，所以甲背起来嘛。所以你动词加一个啊变名词嘛，是安尼嘛。背起来，比如讲吼，比如讲你顶顶啊嘛吼，顶顶啊顶个柴嘛，顶歪起来是安怎？用马路啊甲，用马路甲背起来，用马路啊背顶啊，我讲安尼，你的音较悬，我感觉较无遐悬的印象，毋知因为嘛有可能就是，之前我听人讲。北部的就敢若较袂遐悬啊，还是我毋知影，因为有当阵啊，迄个叫做啥，关节音嘛，敢若会较平的方向去发展啊。所以这可能嘛是属于心单音的一个现象的款吧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提拔背骨你甲迄个背骨毋是啊共音嘛呢？这是背骨，伊讲咧抽悬的时阵背骨，甲迄个向反背迄个背骨敢若歪音嘛呢？敢若遮我看卖一个。背骨，所以背骨安尼变成会共音吗？就是反背反叛迄个背骨嘛，吼拄则咧讲，伊咧抽悬迄个背骨是 PUEH 第八条，PUEH 第八条变第三条嘛，背骨的背后壁较接偏迄个背是第七条嘛，爱7伊变3嘛，所以变成共条无毋对啊。好，看到的时阵，小迄种一个。好，安尼是毋是有人要自头到尾读一个？上下尾一段，后壁来第三段。天呐。应该是顶天较难嘛，对啊，应该是天嘛吼，顶天，因为就讲种文白音有当阵啊，天公伯啊，天理何在？所以我就讲可能会使去听王秀老师伊的读念嘛。当然有当阵我可能我嘛会去读念毋对啦，所以照你讲应该是听过王秀老师的即个声音歌。先当互咱讲参考啊！好，安尼，到后尾自头到尾听一个，读一个。准你要先读，还是3年要先读？3年都要读后壁迄个两段。来，请读。一天赚一万，一万若是5箍，
会到，爱几若工才趁有，过开一个就加去啊。一晚若是骹步看袂到，一工就趁有，煞会当协助成即个文学市人性，互咱用一世人。时代咧变诚紧，我10年前买的记录器是到电池的，若好打甲古董摕出来用，会互人笑无数。都市时代是用智慧手机啊，好健康手表啊，接去云端，连困眠的状况，嘛记录。根据研究，一天15000正是追求健康的好撇步。表啊，若是好势，表啊，若SIATHO 嘛，那适好势。好势，伤面单无重，坐咧不伤久，伊会甲你提醒，达成目标，我会甲你容易。老师的功课较严谨，阮对想讲上课的教授换来换去，来来回回，运动量应该有够，手表啊袂讲变差，七个才知影伤出事。规工一粒规工这。伊即字是加的音啦，伊是加的音，加甲伊讲即个加的音尔，所以我嘛怀疑，那规工加粒遐积啦，应该是安尼啦，这是四字词啦，规工加粒遐积啦，我叫那加粒积安尼，我拄啊第一间嘛看迄种粒积嘛，是甲粒积拆开嘛，才扣遐轻安尼啊，真正看。对哦，遮斗。对，真正看。规工遮粒遐钱，遮五千尔，莫怪中考会愈来愈微软，三不五时，阮人知是好心提醒，也是白目，无理解查某人的心理，会调工用枕头啊吐我的巴肚痛，讲是几个月啊，无礼貌，我嘛就烦恼啊，实在是有好啊，新陈代谢较慢，莫食惊无力，要食惊大箍，就是无法度掠甲拄啊好。我爱检讨的是规工坐咧拍电脑无啥运动，烫手会芳，烫边会重，烫做袂叮当会巴肚痛。阮人看有实势，就送我一粒钟表啊，叫我一工一万，互体重退步，互健康进步。你会有当在家己减字无得换字安尼？就是迄种像你讲啦，看敢若有个咧看，就是看个读安尼啊。我伫时会利用无课的时间伫学校行来行去，因为小组化，4楼甲5楼的教室拢无班级上课，两层甲洗一个就趁要500，想到就行一个嘛真趣味。日时会当趁5-6千，无够额就等暗顿食饱，喙鼓咧喘，双手咧猫，要年4小仔踢喙孔进前，紧逃命撞出去行路。骹若伫外口认真捧，手就袂伫厝里乌白黏，喙苦就袂一直喘，一直想要动杀。我一个出门为健康拍拼，无甲1万，无听到达标的恭喜灵蛋，我就继续行。我意志坚强，一定要成功。逐摆看磅重仔的数字，哪来哪减，暗啊欢喜，佮自信满意，惊福惯势，一天1万就变做小看代志。愈来愈爱这粒一天趁1万的表啊！简单洗身躯的时，
会甲拔落来。8年前，我捌穿半冬的白甲，迄阵规工伫山顶散步，闹表啊通算，可能一工趁有2万咯。无怪迄阵三间仔青春少女，人拢笑我哪会穿白甲煞颠倒水，毋知要笑也是要哭。本地想讲永远甲保持落去。2冬前无细哩，煞跋破骹头腕袂行，无法度运动，就规个人若笨鸡龟仔共款。磅重仔的数字就若坐喷射机直直称悬起哩。较早的水衫拢穿袂入去，搁着穿看半长底的裤来扎骹头有的伤痕。青春少女虽变做阿桑妇女，顶仔飞起来了后，无啥敢动，做半冬复健，要恢复青春的形体，就比冬天较难。好佳在，即马有健康表啊，通约束我1工1万，我一定爱拍拼，袂当枵塞，爱认真行，要伫我的健康银行变好个，应该是安尼。好，伊即篇就是甲顶一篇拢2页满啦。啊，我发觉着伊敢若较罕尼有写到3页，因为迄个时阵伊敢若就是甲伊控制迄个啥，数字就对了，字数啦，就讲要写几字拄几字安尼。伊伤长，因为伊就讲敢若是要互因练朗读还是安怎吧？可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讲啊要一段，后壁算来24、6、7吼。我的语感是骹头腕鼻音。腕感觉是文音啦。我的语感我是读腕。哦是哦，即个因为我是拢就是迄块哪腕迄块啊，或者是伊要表达讲迄个部位，所以即个我无确定，我看。到底敢若收骹头夫哦，所以无收骹头腕。伊是甲骹头腕当做近义词，无通连线。伊较像是伊是读骹头腕有鼻音无毋对啊，骹头腕。只是伊哩腕甲目前向老师写的无共款，骹腕，伊是爱当做腕呢，毋过向老师是写肉字旁的腕，所以你讲的就是讲有鼻音的腕，或者是伊家己写对腕去。因为我感觉即个位置应该就是骹头迄个所在无毋对啊，还是字毋对去，毋知影，无确定。所以个人即个爱做记号。好，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所以甲骹头甲个骹头腕是当做同一个所在。正到顶就是有一个图嘛，就是人体迄个图嘛。伊迄搭遐就甲伊讲做骹头有嘛。伊有收一个近义词，但是无法度连结的是伊写骹头腕，较像是准伫所讲的鼻音嘛，毋是即个腕。还是即个腕字，伊敢有迄个鼻音的音啊？伊这是手腕的腕啊，伊嘛有腕音啊，只是目前伊拢甲伊当做单字不成数啊呢，单字不成数。所以等于嘛有腕音，目前到底是认定伊有腕音嘛？应该若干安尼大概无啥物疑问啊，因为就干若有认定伊有腕音嘛。
有碗音就是变成讲，甲迄个食饭碗的碗是共音的安尼啊。骹头有骹头碗，即教典目前伊收的骹头有的同义词，迄个碗是写做石字旁的碗。目前看起来是安尼啊。好，毋知台顶面佫有啥物想法看法？对啊，目前教典是安尼写石头边的碗，骹头有骹头夫安尼。虽然是拢讲骹头夫啦，要啊骹头有哦，所以有可能是迄个啥，迄个呵的音是消失去，还是生出来毋知影，无确定。因为骹头有的有是迄个夫的声部嘛，对无？夫人的夫嘛，啊，所以照你讲应该是夫的音，理论上看起来声部安尼较合理啦。啊，当然迄个骹头有的呵有可能脱离无去安尼啊，就变骹头有啊，这我无确定。好，安尼，咱就来读后篇。我是高雄人，吴向老师讲伊是高雄人。几段？嘛是敢若5段，啊2页满满。好，我读2段，我读1段好啊啦。啊，准直甲三二才讲读一遍的2段。伊后壁敢若较侪安尼，还是三二要先读，拢会使。就我先读，来，三二要读，好，三二读。好，我来读。我18岁离开高雄，把带过台南投、台中、花莲、台北，规台湾走透透。台北带几站冬啊，互人算做台北人。出去袂专讲，甲人讲我是高雄囡仔，毋过若有人问着，我拢真自然搁自信应讲，我是高雄人。第一摆认真讲我是高雄人，是伫2009年去到教育部商用书店，真好运会当甲我的高雄腔献互教典，感觉行路有高雄3月微微啊温暖的春风。这件代志足有意义，赢着袂当甲阮台湾阮高雄绕开。逐摆伫录音室，我拢足感恩，有亲近故乡，我心找到足侪爱的感觉，因为录音稿拢高雄在地的讲法。录音室迄时若像哆啦 A 梦、少啊灵异门共款，我人坐伫台北忠孝东路，心煞有我伫高雄里仔内的感觉。虽然互人规定落书店袂当有伤侪声钱，毋过我心内知影，每一个事对我来讲拢有厚厚的感情。我爱台语，我爱台湾，我爱高雄。好，感谢。好，这段你读，还是要头边2段？看你。高雄人用高雄腔，所以有一个音，我会越加爱唱。拄开始知录书店爱甲演甲演的介意念不清楚，摕着个高雄腔着头路，伊合起来念的。叮咚，眼前，边边，边线，边天，天眼，边连，边线，眼前，边线，老练，这连，
伊花这份花连我大诶坚定，讲几十档啊，嘛着我输钱。想一心诶，看毋捌迄是毋是心？对啊，心第7条，想一心，伊甲伊当做名词哦。心哦，想一心吗？离乡不离乡，国卡真足嘛无张离，走出家的关系，有影我是高雄人。过来，第2摆感受到我是高雄人，是去公司台语台做台语的顾问，做台语顾问。有啥物即？一个要，恁两个台拢爱写，两个台写共款的。两个台无共款是迄种的啊。伊目前教育部文化部台湾的台，伊是爱写笔画较济，啊台语的台是写笔画较少的。目前教育部敢若是安尼认定，啊毋过听伊讲，连恁家己的人，或者是足侪人是毋知迄个理，毋知迄个原因是啥。台湾台语目前就是台湾台语嘛，所以台湾的台是爱写笔画较济，啊台语的台写笔画较少，啊就会产生4种结果，就是有人头前字后壁字对换，啊无就是2字拢写笔画济，无就是2字拢写笔画少安尼。啊，所以你怎发现就是有可能，因为迄个时阵，伫咧迄出电影以后，看见台湾迄出电影了后，就是公家机关一段时间就拢要求所有人台湾爱写笔画较济，啊毋过大部分人手咧写的时阵，就拢写笔画较少。啊，你拍字的时阵，可能嘛自动选字就选笔画较少，啊，就乱就对啊，就讲到目前为止会去要伊即个部分的人无遐济，甚至咧讲台语、讲中语写这名词，有不了侪人嘛是迄个态度就走出来啊，听得懂就好，干嘛计较那么多啊你啊？所以变成讲家己好垃圾，即个部分是我感觉咱不了侪人爱搁去想过啊。啊，第一大家，因为公司台语台是正做因的迄个名嘛，啊，就专有名词安尼啊，所以变成讲公司台语台语是写简单的字，看起来是教育部的，啊，后壁迄个台语的台，也是王秀老师伊家己咧讲的台语的台，敢若嘛有几落所在，就是会写笔画较济啊。对，伫顶面的第2段就是安尼啊。我爱台语，迄个台就写笔画较济啊，所以有可能王秀老师毋知啥物时间点会去互人插一支旗啊，下落一个 tag，伊就怎啊拢甲台湾台语这2字拢变成是笔画较济啊。好，歹势，你继续。我拢用假设上笔画上少的啦吼，但是有一个所在吼，一定爱写这笔画上多，这个所在叫做公家机关。你看，对啊。公家机关本来来甲写迄个较笔画较少的吼，拢会去用提起啊。伊就甲你拍情啊，伊就甲你拍情啊。我所知，敢若是讲你若用笔画较少的变简体字吼。啊，就要甲阿强啊区分啦。伊目前就是讲，伊就是即摆地号名，迄个台就是当做台湾的台安尼啊。啊，只是大部分的人拢会写笔画较少的简单字啊。啊，反正即摆就是嘛是有几落种讲法就对啦。一个是讲啥物笔画较少的迄字其实毋是读做台啊，迄字是读做夷啊，迄字读做夷啊。啊，所以。反正即马伊汉字伊要去解说是啥，就是拢记载咧讲，到底是安怎？也无人有才调讲，我就安尼决定，其他人袂使含糊。即马无人敢安尼讲啊，所以伫公家机关就是地号名的部分，就是拢写笔画较济啊。啊，台语的时阵，即马就是公家机关是认定台语的部分，台语迄个台就是专有名词嘛，当做专有名词嘛，所以就改用笔画较少。好，互你继续。
对啊，健康的康啊，还是要达到康买赛，只是伊家己本人安怎读了，我唔知影。咱若读书应该拢读空闲系，空闲系。伊中华迄个是敢是康源老师吧？我会记得人，我听着敢人叫伊康源，敢若我毋捌听过有人叫伊康源，我袂记住。你知有应该是中华遐嘛吼，有一个叫做康源安尼啊。伊昆生球想要拍通关，有三阿姨讲，纯三校益生菌，凤梨酵素。人我拄食，人我甲应该是人我拄食啦，迄个就是人甲我其实拢是讲伊家己啦，只是讲有台语人拢，这嘛其实嘛不管查甫查某嘛拢安尼讲啊，伊即嘛着个生奶嘛，人我拄食甲老师翕相啊，人我拄食呢啊，所以应该是安尼念，我是安尼念，你讲常客。人我拄食甲老师翕相，阮拢是高雄人诶，无偌久，高雄台湾方组队来挑战，团队诶大名星魏祖肯特别回应，但即句我是高雄人，花长音讲甲有够古锥，高雄。搁较有味，双手对两边的腰，甲吹落去，话术长的火车对高雄驶到台北，下港人日头较美，嘛无咧惊会过世。即马我若讲我是高雄人，拢会挑工，互伊甲因花互长。有正高雄港。有正高雄港边淡水犁的大船，要出港。大家睇，好来最后一段好。想袂到即句话，告我第三摆快乐兼感动的记忆。我当去高雄演讲，主办单位小解讲，咱真拍拼，才对听高雄的查某囝秀荣老师转来高雄。主持人小解说，我抓着麦克开喙第一句话就笑笑讲：大家好，我是秀荣，高雄人。有牵长羽毛，迄时刻甲现场乡亲的眼神，心灵若牵电线有通电共款，有查某囝互阿母疼惜的感觉。迄甲伫北关市演讲无同，有加一味囡仔互阿母抱咧树林的平安甲满足，阁有高雄人的热情，就像高雄四季。挂伫天顶悬温暖的日头，用日头芳甲咱揽咧，苦调咧，甲我笑笑，讲我是永远的高雄人。可是安尼我无确定，伊无去听伊的声，伊到底是安怎读的，我毋知影。我毋知咱台里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最后这段伊内底一个外来语词嘛，吼啊。当然，迄个外来语词强在是对英文翻过来嘛，翻过来了后，我就讲这安尼到底是要，伊有另外一个写法是写卖句，伊则是写卖句，所以我就咧晓伊讲，卖句甲卖句，伊拢是 micro 嘛。所以 micro， 伊本来是 microphone， 所以中文就是讲，像麦克风，迄是对 microphone 来嘛。这台语就是，我刚有看到两种写法啦，麦克，这是写麦克，我敢若捌伫别什么所在看到麦克，这我就无确定，我毋知咱台底个朋友。不管是针对这个事，还是这篇，敢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你是有送开无送开？你是该有送开嘛？吼，因为我会记我细汉，我会记我自细汉听到，敢若嘛是拢有送较侪，我嘛毋知啥物原因哪。我捌看过有人是用
无送开的，所以我就无确定讲什么状况啊？看卖教典敢会想这个事？教典是教典，敢若收无送开的，卖句。爱搁讲是照日语的，卖句。啊，你怪怪啊！你敢若对日语照来，日语是读卖，伊甲日语是写卖句啊，伊毋是写卖句啊。啊，所以这就是咱进前嘛有拄着迄个探过甲探过吧，对无？迄阵咱发现的就是，因哪会敢若甲迄个歌中和，我讲的中和就是一生伫头前 TNG 探，啊，然后佫一个五，变成人伊原底英文敢若 TANGO 嘛，对无？敢若一个 G 尔啊。伊咧读念的时阵，我会记敢若嘛是探过嘛，探过，伊是探过，伊毋是探过。啊，所以伊敢若是读探过，毋是读探过。那探过对咱来讲，对咱知捌台语的时阵，若是探过就是 TANGO， 啊，若是探过就是 TANGO 嘛。当然，若准讲是日语的写法 TANGGO， 安尼变成一个用台语去理解即个 TANGGO 的日语写法的时阵，迄变成一个入声字。啊，所以变成讲即种外国语文伫改写的时阵，咱要照的理路是啥物货？啊，目前看起来，我看到教典是写卖句无送开，也毋过伊佫讲伊是照日语的麦克。我就讲迄原底是 microphone 啊 ，MICROPHONE 啊。啊，所以 MICROPHONE 迄个 micro， 迄个 R 音，那用法语来理解，嘛是一个 H 的音嘛。所以很颠倒是，我就讲我自细所听到嘛是麦克，即摆王秀荣老师所写的就是麦克啊，而且佫是入声，也毋过教典。鼓，那叫说啥？卖鼓，对啊，另外伊这佫是王秀老师家己的声音哦，还是尾有改嘛无啊？伊若改会甲伊更新过啊，目前看着无改啊。所以这种外来语词，当然我感觉外来语词，我个人是袂遐尼要义啊。我讲伊要义就是讲反正，啊，就外来语词啊，有当阵啊就是，你改写的时阵，只要卖足大的争吵，我个人是拢会使接受啦。啊，当然理论上应该要有一个一致的写法才对啦。理论上，啊，当然，即摆佫开始就讲，你到底要因为听到声音，甲伊改写做罗马字，或者是看到人原底的外来语词，不管你是看日语的麦克，还是英语的 microphone 来改写做台语，啊，变成讲白名共一个物件，人日语是甲伊读做麦克。啊！你改写做台语的时阵，即个写法若准讲是 A， A 即个写法。啊！你看到英语的写法是 microphone， 啊！你要安怎改写做？你改写做台语文的是 B 即个写法。啊 ，A 甲 B 的写法，敢是一定爱共款，还是会使无共款？我毋知影。对即种改写，我一直抓无一个理路啊！就敢若我咧读迄个日语的时阵，伊日语迄个。改写做看啊的时阵，我到底是安怎写，我毋知影。因为官方强在应该有一个相对一致的改写法啦。啊，目前台语无嘛，台语咱无一个委员会，无一个官方的组织，伫咧互大家参考讲，啊，到底即种改写、即种物件，咱要安怎处理？目前是无啊，这是咱可能哪一个拍片的所在。所以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、看法。大概民阮咧读王秀老师一本，咱来读读。伊若有一本册，其实你读直接听王秀老师读是较直接票，啊，直接读是大家互相参考交流安尼。王秀老师第三段所提起的即个
IAN 甲 IAT 的读念法嘛。迄就是目前我讲，原则上目前教部的即个罗马字，伊就是无例外，原则上无例外。有例外就是即个字，就是 IAT 甲 IAN 嘛。就是因即摆做啥？古典音甲古典音，个古早音也是安那，甲现代音。即摆王俊老师伊家己咧讲的，就是较想影，即摆较新，也是相对较少年的，伊就会甲烟读做 n， 就是伊讲的 a 的音。实际上目前即个音就是会有3种，一是烟，一是烟，一是 n。我毋知你听得出来清楚无？过来一解，一是烟，一是 n， 就是 n。安讲有清楚？烟嘛是啦，对无？烟港也是烟风，是毋是烟风 ？IAT 是烟风吧？对无？烟港烟港甲 n 港，就是迄个 a 的音。照你讲 IAN 伊是为什么音变？是因为伊喙爱开足大的，对无？若无 n 也是无 t 的时阵，呀无问题，呀嘛，也是你，也是我嘛。伊台语无 IE 的即种双文无，伊敢若有 IO、U 甲 IU， IUU， 或者是 IA、IR、呀即3种双文，伊无 IE 的双文无。毋过伊咧变的时阵，伊会甲 IAN 烟变做烟安尼。所以实际上写袂去写 IE 即种双文无，迄敢若客语，客语有无？我无确定客语无，反正台语无就对啊。毋过即个 IAN 烟伊就会变 IEN， 个啥物音正遐吼，音正的腔，个有白话字的写法，敢若就有即种音嘛呢。毋过写嘛，敢若是写 IAN 啦。然后佫变到到底，迄个 E 的音无去啊，R 的音嘛无去啊，就直接变成王俊豪老师讲的 E 和 R 合起来念做 A。较像影，伊讲迄个你发 E， 则佫发 R， 后壁佫要发别的音，佫要用则讲的 N 的韵尾，也是 T 的入声尾嘛。迄个 R 就袂发到足边，就走对耶，就反是耶，先 E 则 R， 则有一个 N 的韵尾，就烟爱足面的，平单了就变烟 ，E 甲 A 就揪去啊，喙就无开，开就对啊。所以这嘛是算台语的迄个啥，我讲的例外，大概就敢若即个尔，无其他啊，无别个啊。所以遐白话字派就认定讲，教部罗马字就是一个拼音的符号无毋对啊。因为教部伊家己嘛是认定，伊就是辅助汉字伫咧发音嘛。所以即个部分，我感觉对学习者来讲，教部的罗马字相对来讲会使较算起来较简单，较规律。伊若白话字就是变成讲有迄个啥物 LENG 爱读做零反正白话字的迄个 ENG 啦 ，EN 就拢是 ING 就对所以即个部分当然，当接触的时阵，确实会困扰。我当一开始嘛是会，当然知捌了后，就安尼就记起来，无啥物货啊。我感觉这是学习的过程尔。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嘛？即个介意的6字吼，我家己观察吼，上好应该有100档以上啊。啥物安尼讲诶？看一寡较老的迄台语演员，差不多拢70-80个啊。伊嘛是电影。已经70-80个啊，所以嘛是共款100档，超过100档的对啊，有可能，因为较像电影啊，就变电影啊，甚至后壁迄个影是无声母的吼，会甲头前迄个电的后壁迄个 N 的韵尾，甲伊
接收过来，还是甲伊吸过来、输过来，走出来一个 L 的声母，不然是 TIAN 嘛，对无 ？N 是 N 的韵尾嘛，啊 N 的韵尾是字尖的关系啊，啊字尖就是这四个是同音位嘛，啊后壁迄个影是 IAN 无声母啊，所以就甲头前个 N 的韵尾甲伊差不多是硬死甲伊吸入吧，还是安怎？所以伫口语上拢会讲电影变 LIAN 啊，哦，甲伊吸过来了，可能变 NIA 啦，电影还是电影？同款啊，电影就变电影啊。啊，照你讲是照真正古典语是电影嘛？因为电影无人讲话讲啊遮出力，佫遮尔明的，毋是讲遮尔明，讲袂讲啊遮出力啦。啊，你若喙甲放灵，喙齿放灵就变电影。所以主持人讲电影是尾啊，我就讲像这字嘛是我咧拍台语的时阵，奇怪拢拍袂出来。我现在讲哦是电影，不是电影。所以有可能就是讲就讲，这个音百几年有可能啊，因为迄个语言的演变嘛，对吧？演变，对吧？洪秀老师记了这十几个词嘛，烟墙、烟前、偏偏、偏偏、边弦啊、边弦啊，对吧？变甲先嘛，边弦啊、边弦啊，对吧？啊，变天。变天，千棉，千民，有民是刚才民的音吧？千民，有烟连，烟连，颠hen，烟前，见线，热烈，连结。就是伊讲的啊 ，I 和 A 的合音怎变 A 的音走出来啊？所以这种学习法就变成讲，互咱三捌迄个罗马字算重要性吧？是不是啊？这样讲，就讲知迄个分别啦。当然，王秀老师所列的这个词，就是已经产生这种音变啦。就讲你读念的时阵，拢会使知影，啊，甚至你若读到歌的时阵。读到歌的时阵，可能嘛是会使接受啊，是不是？我看下可比讲的，我来教练学这个编弦啊。啊，当然是王秀老师家己读的嘛，伊干啊讲出来，无受编弦这个词。然后看我讲什么词？当然，高一字应该是。会使典型吧，对，演，所以这真正就是一个语言发展的过程吧，我想的是。好，唔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啊，我拄仔拍唔到字幕，看伊无。我用对华语，我搁找一解即个编型啊。主要是直接去找教练啦，对啊，有边弦呐，对啊，有边弦呐。啊，这个字就讲有个字，伊迄个啥，还佫会使分明。电影这个词就真正，就口语上敢若真正变电影啊，敢若是安尼啊。好，毋知咱台里面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做啥物事？哦，台语台湾，台湾台语这个词，这可能就真正，目前咱民间咧写就是个人家己写家己的嘛，反正知影咧讲啥嘛。啊，若官方的部分，政府机关就是较要义嘛，啊，较要义就是叫你，尤其若申请文件遐个资料时阵，伊就拢。佫较要伊讲你应该安怎写呢？好，毋知咱台顶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？后壁剩5篇，反正5篇读完是要读114年度的社会组的浓缩稿啦，有28篇啦。
好，安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咧读即个王秀。龙头狗改时新的有出来啊？新的你讲115年度的迄哦。对，有出来啊。OK， 好。啊，等下搁搭一届连结。好，感谢。安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咧读的即个王秀老师为咱来读就暂时先读到遮。感谢大家顶嘅朋友做伙来读摄，咱就读到遮咯。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